各位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起来咧》，我是钟一群阿群妹。又知道吼年尾啊，工作吼做太多的，想要来了解一下么？做得去表了一下，像阿群妹我是苗栗人，我嘅家乡苗栗有一个后花园，大家知啊苗栗嘅后花园是哪片么？想一下哦，1、2、3，好，冇错，就是南庄。南庄呀嘅所在啊，最近都适合了解落去1日游啊、2日游落去了一下。故說今日嘅節目當中，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呀南莊唔單止嘛嘅規劃上路嘅天天咯，其實還有當到好搞好了嘅節目當中，要同大家來小結，細細嘅嘅來分享今日嘅節目地度有請到嘅來賓，先來分享南港休閒農業區嘅理事長文正彥理事長，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文正彥，同歡喜來到福起來咧。好，歡迎理事長來到節目當中哦。接下來係另外一位係啲南莊菜地學准吳嘅張景陽先生，歡迎。大家好，我劉景陽，很高興來到這裡，謝謝。劉景陽先生歡迎哦，來到節目當中。一開始吼，先邀請兩位來同大家來分享，請理事長同大家講一下，呀南港休閒農業區，呀隻所在，算來係啲南莊嘅哪搭嘅哪個所在？南港休閒農業區的南莊鄉嘅南港村。南港村。的南港村啊，的南港村哈，都包括上坪、下坪，还有伯公廟，还有福南，还有一些聚落哈。那我们主要的区域就是以养殖鳟魚，但是我们从福南的小东河步道下来，对，然后我们的范围292公顷，哇，对，然后我们的范围里面以咖啡。咖啡厅，对，咖啡厅还有民宿，还有农场居多，还有餐厅，对，综合起来有上百家。有按到哦，對。嗰所也係所有各種各種嘅產業全部結合到強下，因為唔單止有農業嘛，剛剛有講這個民宿業啊，也係講餐飲業，全部集中到強下，在這個地方南港休閒農業區，大家強下聯合起來發展。對，不過頭擺到野下，一開始應該也咩農業較多。對，接下來天天呢，差唔多嘛，個時節開始有呀產業嘅轉型呢。我們的協會從民國93年開始成立到現在，也10幾年了。對，10多年呢。它就是從農業轉型成服務業，所以有休閒業跑出來了，所以轉型成休閒農業。哇！但是我們還是以農業為主。對，然後休閒農業轉型成服務業的時候，我們就可以服務更多來到我們南莊的遊客，或者來了解南莊當地文化的朋友。對，講到呀南莊吼，當然除咗想到呀老街嘅規劃風以外，另外一個想到嘅可能就係呀鱒魚誒，對不對？鱒魚，因為其實在台灣可能我係苗栗人，我聽到鱒魚，我直覺聯想到南莊。故所也就來問一下我們的劉大哥，請問亞布卡鱒鱒啊，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你們家的養殖場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好，這個我們村谷養殖場已經在南莊地方已經第32個年頭了。32年？對，32年頭了。哦，然後這麼久了。因為南莊是山區，然後所以它的泉水是很清澈的，所以很適合養這個鱒魚。對啊。所以在你們的養殖場也是在這個南江村裡面嘛？對。從32年開始，為什麼一開始會有想要養鱒魚呢？因為剛開始長輩他們是在我們南莊地區是做窯業的，然後因為客家人都很勤勞，早的出門就很早的下班。然後下班那上一代就說啊，我們在山裡面有一塊地，那就讓我來養個魚，然後讓你們去那邊做休閒。對，然後剛開始是養草魚跟那個香魚，對，讓員工去那邊休息。原本只是一個休閒用地而已，並不是真的要拿來就是真的養魚再多賺錢。對，然後就養了魚的，然後就在那邊吃飯。就有餐廳了，再慢慢就有房間做民宿，就這樣。
对，所以渐渐的就开始发展，在还没养鳟鱼以前就发展成有一点像是休闲农业区的感觉。对，就专门就提供给员工在那边休息的这样。不过开始学鳟鱼以后，你说养鳟鱼养了32年，所以前面那个香鱼、草鱼都不养了。对，什么原因想到要养鳟鱼？因为那时候养香鱼的时候，因为这里的泉水很冰，所以它们生长的速度会比较慢。哦，对啊，那边是那些鱼是比较适合温暖的水温。是，对，香鱼是比较适合温暖的水温。哦，所以鳟鱼就是适合比较冷的水温喽。对，就经过朋友的介绍，然后才把那个鳟鱼引进来，然后再开始饲养。古时候就像那刘太哥讲嘅，呀南庄呀到素菜，其实迄同适合呀水文，迄同适合来育鳟鱼。做得像李志忠同大家来讲一下，呀南宫村呀素菜，生了有几多件迄育鳟鱼嘅？你啊，差唔多吼，因为有6件，差唔多哈太件咧。哈太件咧。哈细件咧吼，每10多件啦。10多件。10多件有人来育。春谷农场是我们过去在我们这个地区产量算是它最大的。最大的。对对对，每年产量最大的。这么久了，31年呢。对。按从嘅时间。养殖的经验也非常的足够。对，顾总来想问一下刘大哥，跟大家分享一下鳟鱼它生存的必须条件是什么？刚刚我们讲的水温嘛，那其他的呢？还有活水。水一定要很充足，活水它才会。活水就是要有进也有出的，叫做活水嘛。如果你一直在池塘里面，就算打氧气，那个也都不叫活水。对啊，所以一定要1年4季都一定要有流动的水，然后里面的氧气才会足。对啊，那鳟鱼为什么叫鳟鱼？因为它很尊贵。哦，对，原来是这样，是因为它很珍贵，所以它对水质应该也是很敏感喽。对，它的要求就是一定要清澈见底的溪水，它才可以活。对啊，如果鳟鱼离水大概1分钟，你再放回去，它就不会活了。这么娇贵，才1分钟，听你就可能就会死体了，就可能会对它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。对，所以它是一个需要非常仔细呵护的一种鱼种。是没错。对，那我想它一定对农药应该也是很敏感。对啊，我们在养殖过程是完全没有在投药的。对啊，我们的厂长他就会每天喂2次，早上6点喂1次，跟下午的4点喂1次。那为什么要选这2个时段呢？因为温度是最低的时候，清晨6点温度比较低，然后下午4点太阳都下山了，所以它就适合冷凉的时候，连进食的时间都要挑选。对，因为越冷它的活动力是越强。古时候其實像按用嘅環境，南莊有按用按好嘅環境，做得提供呀鳟魚生長，係因為那一條河吧，加個山淺水位做得溫度暗涼。我们这边哈，小东河就是小东河流域，小东河流域，他们那边有山水。那我们蓬莱溪这边有一个蓬莱溪流域，对，然后在东河那边有一个东江流域。对，像蓬莱溪我就有听过，之前给护鱼步道，对，东寸苗，就是因为它把那个河堤全部都变成自然的状态，让它不是水泥，因为伊米亚它懂得水尊啊、水狗全部就做腐毛奶，没有任何的生物可以在上面生长。然后之前我就知道蓬莱溪的生态很好，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子，古时候鳟鱼没都在发展？是，那我们蓬莱溪哈，因为那个护鱼步道，我们有在做护鱼，所以大家在去蓬莱溪护鱼步道走一走的时候，可以看见，尤其是有太阳的时候，那水里面都会闪亮亮的。哇！对，那太阳，因为它们的鳞片会去反射阳光，你就看见的水中的萤火虫一样。哇，真的，古时候你看哦，鳟魚就會愛啲呀暗好嘅環境地度，這樣做得來生長。古時候應該好來認識一下鳟魚生來上都蠻該用的。我們請劉大哥跟大家介紹一下鳟魚的外形有什麼特色？特色就是它側邊，就是肚子側邊會有一條粉紅色的啊，所以又俗稱叫紅鳟。紅鳟，對，紅鳟。哦，紅色的紅嗎？對，
彩虹的彩虹的虹，对不起，彩虹的虹，虹鳟，就是因为它身上有这个很明显的特征。那它的这个斑点呢？身上的斑点就与生俱来就有那个一点一点，身上会有一点一点黑黑的，对，小斑点。那我很好奇，像鳟鱼在台湾有野生的鳟鱼吗？有，就是台湾的特有种。就是樱花钩吻龟，它就是鳟鱼吗？对啊，它是台湾鳟啊，真的哦，真的樱花钩。给我们也长知识哦，原来这个樱花钩吻龟，大家也知道，这个就是对水质非常敏感的一种指标性的鱼种，其实是鳟鱼类的一种哦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转到节目当中再来同大家分享。好，转到节目当中，今日也又要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南庄有乜嘅好教好料好食咧。今日要同大家来分享嘅係南港有限農業企業嘅蔬菜。剛才有講到吼，南莊有呀鳟魚一定出名，唔但像按人研了呀台灣嘅這個保育類動物櫻花鈎吻龜，咩係鳟魚嘅一種種類。故事我就想來問一下，呀鳟魚竟然按難學，呀嘅水質嘅要求按高，環境嘅要求按高，生了按用嘅來學鳟魚呢？我們來問一下劉大哥，這個像鳟魚從小養到大，在台灣有辦法就是自己孵育魚苗嗎？鳟魚一年它會生2次卵，那因為台灣的那個受精的技術還沒有成熟，所以我們的鳟魚都是從國外買卵進來，然後自己孵化。買卵就可以自己孵化？對，買卵，然後也要有先天的條件，就是水溫一定要18度以下的那個活水去孵育它。所以你們是自己孵育？對，自己孵育魚苗。哦，自己孵育魚苗。那這樣魚苗從卵長到可以吃的大小，這樣大概要養多久的時間？10個月到1年的時間。哇！對，我們如果要擺上桌，大概是要1斤左右的大小。哦，這個就是我們魚卵的照片。對，是啊，是啊。它一顆魚卵大概多大顆啊？就好像綠豆啊，紅豆啦，紅豆大小。紅豆，所以就很像我們在吃那個生魚片握壽司的時候，那個鮭魚卵握壽司，好特別哦。所以你們是直接進這樣子的魚卵冷藏進口進來，然後再自己坐飛機進來。哦，坐飛機空運進來的，然後再自己這樣慢慢的在水裡面孵化。對，哇，它從卵到它成熟，看到形體大概是要1個禮拜的時間，它會孵出來，然後慢慢的它會肚子會消下去，就好像蝌蚪要進化成青蛙的過程一樣。好特別哦。對，它等它肚子消下去的時候，再把它倒出到我們那個養殖溝槽裡面。對。所以其實這聽起來應該要係經過東從一段時間，很長一段時間的實驗跟實際操作，才有辦法有這樣子的一套流程，對不對？因為不容易。對，不容易，而且每一天大概要餵的7、8次，然後少量多餐的去餵它，然後好像在照顧小 baby 一樣。一天7、8次，那這樣子除下來，你不就2個小時、2、3個小時要餵一次？是啊，我們常常就睡在旁邊而已。故說照顧魚嘅小恩愛，就同照顧人的小恩愛共用，所以這個鳟魚這麼的尊貴。故說今日節目當中，也呼起來阿群們嘅單元，青蔥要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共生農民力。講實農民力，就是要請劉大哥再跟大家分享咯。今年呀，鳟魚已經這麼的尊貴了，去那邊買嘅時間，要怎麼樣才可以挑選到最新鮮的鳟魚呢？其實挑魚就是看眼睛，它的眼睛有沒有透徹，然後還要再看它的皮膚的光澤。如果是眼睛的透徹度，所以是因為魚的眼睛是外面一圈比較像是透明的，然後中間會有眼珠子嘛，所以黑 no boy 嘅眼珠子要清澈。對，要清澈，要圓，要半圓形的。半圓形，不要凹下去的。哦，要飽滿，然後眼睛要清澈，然後呢？然後皮膚是光滑的顏色，就像這一隻嘛。
对，就像这一只。那为什么在市场上面没有办法买到鳟鱼，新鲜的鳟鱼？因为如果说这个鳟鱼离开水面，或是把它处理好之后，2个小时之后，它的皮肤就是变白色的。啊，真的吗？对，2个小时就会变白色。对。姑说 ，He no boy 买扣呢，就是你真的没有办法挑到超级新鲜的鳟鱼。对，所以如果要吃新鲜的鳟鱼，一定是要到山上去吃。哇，原来是这样子，那个食物的里程必须说得很短，完全不能有食物里程。古早太家上我享受到好色这个鳟鱼，清好就会去到山后，就做在深度清洗的鳟鱼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知道刘大哥你们也有推出一个叫做腌鳟礼盒，本太家有发突做在带鳟衣服卡七嘎料理自己做，对不对？是啊。腌鳟礼盒是前面这个已经烤好的了。对，已经烤好的，这个是我们南庄最佳伴手礼之一。因为其实就像刚刚刘大哥分享的，你今年爱吃鳟鱼，爱当去到亚南中的山峰，其实有时候不是这么的方便。那如果说做得用呀有个礼盒，做得买一种衣服卡，还有你可以团购啊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可以送人啊。那这个是回家要自己回烤的。是。这是原本是生的，只是腌好、炉后包装好。是。冷冻运送。是。冷冻运送啊，这都不烤，用来料理还好，怎么料理比较好？就烤的。直接用烤就可以了。直接烤的就好了。回家直接用烤，这样差不多要烤多久的时间？大概10分钟。10分钟，要先解冻吗？解冻完就粉也不要洗，就是入烤箱。大概10分钟。所以这就是已经处理好，其实很方便。对，就不用再加什么调味了，都已经帮你们调好了，最佳的比例都调好了。哇，古早也係咧東方片嘅禮盒嘅方式咯。唔過係講去到現場，去到南莊有機會按用嘅話，做得來吃色看下冇用用料理方式嘅鳟魚。我現在也想要問一下，鳟魚有哪一些料理方式？我们店里的鳟鱼料理大概有12种料理方式。12种，我现在脑袋里面想到的料理方式都没有12种。你跟我说有12种，我不相信。不就煎、煮、炒、炸4种啊？清蒸啊，豆酥啊，豆瓣啊，三杯啊，烧烤啊，烟烤啊，还有药膳鳟鱼汤啊。这么多种都可以。那我刚刚讲的煎、煮、炒、炸，应该就是基本的。对，最基本的。炸鳟鱼也可以。像炸鳟鱼就是糖醋啊。先剖沟，再给我拿去加那个糖醋酱，对不对？原来是这样子。那我想问一下理事长，你既然伫南庄按久诶，你清好生那种料理方式给鳟鱼？好吃的是清蒸。清蒸为什么？清蒸比较吃得到我们那个鳟鱼的鲜甜的肉质的味道。就像今日节目当中，其实一开始呀，样旁地度全部充斥着那个很像那个板斗的时候，有没有？攀走的时候，因为是现蒸的鳟鱼，而且听说刘大哥你坚持要现蒸。带来这里现蒸，是因为现蒸新鲜的鱼在蒸了之后，它整个身体会卷起来。会卷起来，是，所以因为你是把它切开，然后这样子嘛，一只鱼本来是这样子，然后切开之后摊平，2只鱼眼睛在这里，这样可能是给你的鼻嘛，刚好这样子蒸起来，你说它会卷起来是？这边会卷起来，是侧边会卷起来，那尾巴会翘起来。新鲜的鱼可以这样子，是，原来是这样。古时候也阿 Q 莫就来吃吃看呐，也用整的鳟鱼还蛮干米西。刘大哥可以跟大家分享，你们清蒸的鳟鱼，我看上面的配料很简单，大概有放哪一些？我们里面就是会有姜丝啊、胡椒粉，还有破布子，还有樱瓜，然后就葱啊。还有破布子，对，破布子，好好吃哦。因为其实有一些鱼呀，吃起来夹个肉后会有一些绵绵，不过鳟鱼完全冇嘅 QQ 嘅感觉，然后夹个肉质完全冇嘅土味、腥味，完全没有。它就是一个很好吃的鱼，而且感觉骨头很少哎。对啊，它那个骨头不多，然后肉质很细，而且低胆固醇。
哦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其实很多人呀，他就可能因为饮食比较精致，所以是希望可以少摄取一些高胆固醇的食物。不说呀，大家都说吼，嚼越少的东西，胆固醇越低，所以鱼类其实是对身体很好的蛋白质的摄取方式。是。不说呀，因为来看到头前呀米它其实没有很大条，一般来讲。这样子的鳟鱼是最适合吃的大小吗？对啊，大概1斤左右是最适合。像有些客人他会说他要大条一大只不好吗？我也想吃大尾一点的，我可以很多人吃哎。因为大只的话，它的肉质就松松的，会变得松松软软的，就像刚刚公会绵绵哎。所以它还小的时候，它的肉质是最 Q， 对，最坚实，不会散的。对。大概1斤左右的大小是最适合的。古手天司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在买鳟鱼的时候啊，千万不可以贪心。对。刚刚好，差不多1斤按用就做得。韩国刚刚头前有同大家来分享到轻松有嘅哦，迄讲偷鳟鱼，轻松爱木煮爱动枪哩，韩国身体要这个不要白白的，要看它的色泽。古时候今日节目当中就来同大家来分享鳟鱼，不过接下来还有含较多有关呀南庄休闲农业期嘅内容，爱同大家来分享。上来啲都有乜嘅好教啊、好料啊、好食咧，几年咧，保证大家就有好教、有好料、有好食咯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。好，欢迎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！我係钟意權阿權妹，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南莊嘅南港休閒農業區。家下前兩套有講到呀，鳟魚啊有幾好食咧，韓國愛學幾難咧，韓國好，同大家來分享上來用嘅套。唔講下來，我有一個問題想去問咯，既然呀鳟魚佢對呀環境隨着按要求，給佢帶嘅素材呢，它的魚池聽說也有特別的設計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原本的鱼池是长方形的。对，一般我们想象中的鱼池，方方的，一 Q 一 Q， 就像田一样，只是放水。梯田式的长方形。那因为经过921大地震，整个鱼池都有裂缝。而且水从山上这样子流下来，来到这里都漏掉了。那其实就没办法养鱼，而且那个鱼大便会在4个角礁会沉淀，每天都要人下去洗鱼池。当时候池子，我们厂子里面有34个池子，那一天洗一池，所以几乎要2个人就在那边洗鱼池。哇！对，每天在那边洗鱼池。对。那就是前年我们就把整个鱼池都全部敲掉，把它改成八卦型的。八卦型的。对，那侧面看呢，就好像会有漏斗的形状。哦，所以它是。你俯瞰的话，它就是这样一个八角形。对，八角形。但是你把它剖开来看剖面图，它是类似漏斗的形状，所以那些脏东西啦，都会从中间排出去。哦，所以底下还有就是等于说收集大便的功能，就是漏斗让它那个会有斜度，让它的那个排泄物呢会滚到中间去。好聪明哦！然后旁边会有一个机关，水管抽起来。它就好像家里的那个马桶一样，就这样被吸走了。好聪明哦！对啊，那为什么会设计成八卦型？然后因为鳟鱼风水吗？对，因为鳟鱼它有回流的习性，回流的习性，然后我们就会从侧边把溪水放进来，然后它就往溪水这样子冲，然后它就会一直跑，就好像跑山鸡一样。我们的鱼会一直游，所以它的肉质是最好的。好聪明！所以就像这样子，就让它顺着水流，然后又是圆形的，它就是很像一直跑，一直运动，一直运动，一直运动。郭寿亚鳟有运动，肉质会有差咯？有啊差，就好像鸡一样啊，你饲料鸡跟放山鸡的肉质就是不一样。一定是不一样的。原来是这样，故说真经动静呢，用亚鳟基本但先天的特性，还个调整其个生发嘅环境，就做得很有效率的
调整我们的养殖方式，然后也让我们的成果越来越好。古时候也吃到台湾给我们的一级产业，不管是农业吧，也是讲畜牧业啊、渔业啊，其实台湾懂农民就懂经，非常的聪明。就像今年休闲农业期，喊我来同大家来收集喊卡到无共用的东西，无共用的农产品，比方讲像这个很大朵的。这个木耳、木蜜，因为俩木蜜吼，南庄俩木蜜吼，爱买吼，要请多，喺菜店面当请的都能买。真的哦。啊，我们大部分的都是外销，对，然后有固定的，就是我们有固定的那个厂商来跟我们南庄乡的木耳班来收购，对，所以我们其实。要买的话，还是要问一下当地的人，然后跟当地人预定，才有机会买得到。而且谈讲黑的温色底度。对，然后它的环境呢，就不需要太多的阳光，那它需要遮蔽物，对，然后帮它遮蔽起来。它环境跟温度跟湿度也很重要，它喜欢潮湿的环境。对，然后我们的木耳有机木耳，因为我们是用太空包种植，对，在我们开包之后喷水，它开始走菌完，然后开始长木耳，都需要非常细心的去照顾它，因为它也是一种菌类，那它也会怕外来的一个不小心就长其他的菌，对，那木耳就会坏包，那坏包的话损失也会很严重啊。我们自己种植也碰过这种情形，对，所以其实也是一样，不管是要细心照顾，对。也要一种细心的照顾，韩国出台呀，这个木耳又厚又大片，以外也顺风嘅香菇，那个香菇要比那个薯拔种喊卡台耶，很大朵耶。那我们的椴木香菇呢，就是我们南庄的椴木香菇。那椴木香菇有很多，那太空包的种植方法也有，但是我们的椴木香菇，因为椴木必须要，如果要有机的话，跟木耳不一样。那木耳它因为太空包已经检查完毕了，所以它本身就是有机的腐殖土跟菌种。那如果我们的椴木香菇需要去做认证的话，就是整个我们书筒拿来做认证，对，那会比较麻烦一点。对，那我们有用杜英木、相思木，还有一些椴木。椴木的意思就是一节一节的书筒周那经过我们去打洞，然后植菌，然后蜂蜡，然后走菌。蜂蜡为什么要蜂蜡？蜂蜡呢，就是保护它，不要让外来的菌种去入侵它、破坏它。对，然后蜂蜡完以后，我们就让它走菌。走菌平铺的时候，我们让它走完整根木头，走完菌。走菌的时候有没有走完菌？从树皮剥开来就看得到了。对，树皮一剥开来，你就可以看到菌丝在里面。当专业嘅分析呢，嗰种理事长听说有啲嘅懂了解其他嘅东西哦。因为我们的休闲农业区，我们会员有在种植椴木香菇，那我们有机会，我们也会听，也会看。没错，而且是真的想要了解其他用的种呢。第一讲佢按用种嘅方式，做在种出一定好嘅农产品，这样做在了去推广出去。不过唔单止按呢，还有其他嘅青菜果子也都爱同大家来分享。接下来年米也真嘅有发通了，係啊，鹹菜、芥菜嘅發通。你下年米咧，因為大家割完稻之後哈，那大家農民會客家，尤其是客家人，他趕緊會種菜菜。對，那種大菜的時候呢，我們在過年的時候，客家人在過年的餐桌上最常出現的菜就是年菜，對，就是芥菜雞。對，那我們芥菜呢，我們客家人有古老的智慧，就是我們將我們種植的大菜吃不完的呢，我們把它醃制成酸菜。先滷過變成安陽鹹菜。這是下一個階段嘍。這已經是泡菜了。對，這個是福菜了。我跳了一個。對，然後再從酸菜轉化成福菜。福菜就會家家戶戶客家人的家裡面就有一個玻璃瓶，對，然後會把福菜都塞在裡面。對，那需要用到的時候，拿一根鐵絲把它勾出來。韓式嘅時間看眼把裝，你想講奇怪啲裝嘛，該裝嘛拿一隻鐵演習，按人攪啊攪啊攪啊。
然后再下一个转化过程就是梅干菜。对，那梅干菜呢？那很有名的就是梅干扣肉，好吃，而且真的，我吃到地下高种做出来的，同地那边做出来的米汤冇共用哎。对，那同样一种菜，它出来的味道通通不一样，而且越腌越香。到梅干菜，它整个味道都出来了，非常的香。故说因为呀，贵州农业区爱行入呀这个休闲农业的方向，故说没有法通爱同大家来分享，用的来报名咯。我们的活动我们可以透过我们南疆休闲农业区旅游中心，我们的电话，然后透过这支电话打进来之后，我们有服务人员。为您服务安排您需要的行程，哇，对，然后您需要的体验，我们也会跟你介绍周边的一些景点，你要安排1日游、2日游都可以，全部就做的。对，然后我们休闲农业区有配合的体验行程，就是我们到田里面，一起摘采我们季节性的作物。那我们现在有洛神花，可以挖地瓜，对，就像这个洛神果汁，对，然后我们可以做洛神花果酱，对，然后挖地瓜，我们可以玩地瓜汤圆，对，然后我们还有季节性的，我们明年年初就是每年在过年这个季节开始种瓜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做丝瓜手工皂，哇，对，我们有各种不同的。就是搭配一年四季无空用时节出产的农产品，就有无空用的行场。故说你唔该一年四季每个时节，去到呀南港休闲农业区就做得搞无空用的东西。对，好棒哦，董响应。对，然后在我们的园区内呢，除了我们的农地体验的行程结束后。在我们当地有很多餐厅，譬如春谷，我们可以品尝各种不同的料理。那在我们南疆休闲农业区的旅游中心，比较不一样的是，我们的除了鳟鱼之外，风味餐其实在台湾到处都有，都吃得到风味餐。但是我主要的是推荐大家可以吃的是旁边的我们季节性的食蔬，是我们农民辛苦在种的。对，那你吃鸡腿便当，它鸡腿没有换，但是我们的配菜永远都会在换，依季节性。那我们就会请大家多注意一点我们小农辛苦种的这些配菜，这样。真嘅，其实啊，也就顺丰种嘅菜，像係我们清堆时嘅、清冬时嘅，也就青菜果子，做得推荐俾大家哦。故說其實南港休閒農業區還有當地嘅青菜果子、農作物、農產品，愛同大家來分享，歡迎大家掃描去前面南港休閒農業區，韓國直接聯絡沒做得哦。今日什麼理事長，咩什麼大家來到節目當中，謝謝，咩什麼觀眾朋友嘅時候可以休息一下，坐下來做運動哦。